喂。平安，请咱来掀开信息，信息第6首，信息第6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一首真好听、真有意思的诗歌。来，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欠亏，只惊起水草坡，予我行去，带到安静，水边第4节对点。一个吼，第1节唱完2拍，咱就马上接第2节吼，2拍马上就接第2节。咱第5节搁唱一摆，第5节，信息第6首第5节，本来稳定主必跌高，对我高进进心。咱来吟信息第2首，317首。信息317，你若欠亏真失望。来，你若欠亏真失望，我就真难来帮助，求主看了就伊下面只是坦途里，难怪伊所。
请咱批判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看啊，上帝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伊也要真做救我的。圣诗第6首，圣诗第6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会众请起立。只惊，只
即时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跪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交读启应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溃烂。虽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安静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宝饭看目的所在，等我的头壳得到压起，我要伫伊的宝房献欢喜的祭。耶和华啊，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翕目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同心来祈祷，主爱圣洁的天父上帝，阮今仔日同心自责，来到你宝座面前敬拜你。阮承认，伫今仔日这个世代的价值甲引诱中，阮的心常常受影响的摇掣。伫无形甲习惯中，阮不知不觉离开你的标准。主啊，求你光照阮，互我看见家己的过犯。主，阮无常常提醒，阮的目睭无一直定睛看你，阮的心无常常警醒祈祷，阮的生活嘛无一直活出分别为神的见证。求你怜悯，正亲像圣经所讲，对祖先到今仔日，咱的罪恶真重，但是主，你的恩典犹原无停止。你阁为阮留一条悔改回转的路，恳求你赏赐阮有敬畏你的心，愿意受你提醒，受你修正，受你塑造的灵。伫真理混乱的时代，求你保守阮，常常警醒，伫你的路上无偏正边，无偏倒边，互阮的家庭、阮的教会、阮的性命，拢真做你欢喜，显现你荣光的见证。阮阁一摆将家己交托伫你手中，愿你的圣神亲自更新阮，互阮每一日拢行伫健康、圣洁、清澈的光中。阮诚心诚意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俄罗
圣我对献诗所献的诗是：起来发光，你的光已经到。圣经讲读上帝的话，以斯拉记第9章第1节到第7节。以斯拉记第9章第1节到第7节。伫周报的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咱做伙来看。遮个代志已经明白，遮个首领来见我，讲以色列百姓、甲祭司、甲利未人。无家己分别离开遮个所在的百姓，趁因可恶的事，就是趁迦南人
赫人、比利洗人、亚布斯人、阿门人、摩押人、埃及人、阿摩利亚的事，因为因为家己甲因的囝带因的查某囝做某，缔造性的互下，甲迄所在的百姓参差，佮首领甲因的官长做因的罪魁。我一个听见即个事，就拆裂我的衫甲袍，带我的头毛甲喙鬚，昂摇得坐。既若为以色列的上帝的话来摇摇带的，拢主到我遮，因为受潦倒的人所犯的罪，我就昂摇得坐。到献祭分祭的时，我对我的郁闷起来，衫袍拆裂，双脚跪落去耶和华我的上帝，也起手讲。我的上帝啊，我见笑闹气，毋敢举头我的上帝你，因为阮的罪因过头壳，阮的罪恶拄天，对阮列祖的日到今仔日，阮的罪恶真重，为着阮的罪过，阮甲阮的列王，这时拢交伫外邦列王的手。受刀剑，受柳掠，受抢劫，面见笑，亲像今仔日的款。讲道，牧师讲道的题目是时时敬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互阮伫即个世间真做你的囝儿。因为你的怜悯，互阮阁有一边的长头生。愿你今仔日透过你家己的话，亲自阁一边来坚固阮每一个兄弟，阮软弱的心，互阮骹甲手阁勇壮起来。来跑走头前的路站，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有一句话成语叫做“乐极生悲”，应该大家拢有听过。意思就是讲吼，咱也快乐到一个点的时阵，突然间发生一项歹的代志。这个成语嘛是提醒咱，当咱你快乐欢喜的时阵，咱要有谨慎的心嘛。最近咱知影吼，透早甲早晚甲白天的天气温度差伤多，咱若小可较无注意的就会感冒所以咱即摆咱在座哇，咱有一半的人大家拢会安尼酷酷扫拢会酷酷扫无输记咧我细汉的时阵阮兜是迄个离金门的时阵一二楼迄阵的楼梯差不多是咱遮礼拜堂要落迄楼梯，搁较比较斜，搁较行少年人嘛，小朋友，阮兄哥伫遐哩像嘉明安尼伫遐哩看册，我就伫遐哩玩一个板子从这边安尼丢安尼弹落去，我就感觉真趣味真趣味我就等3-4遍了后我就找阮阿哥讲，嘉明你怎看偌转呢？我一弹落，嘉明看无着我人摔落咧骹去当咱人无够谨慎的时阵代志就发生。其实是咱信仰的路程，咱嘛爱非常的谨慎。谨慎是非常一项重要的工课。新约保罗讲魔鬼就藏在细节当中。基督徒常常面对属灵顶面的真钱，当咱无小心过头挖苦咱家己的亏力的时阵，当咱感觉咱真好的时阵，哇，咱苦势的时阵，代志就来当咱看重世俗的物件的时阵，咱嘛会心惊失去挖苦上帝迄个心迄时咱就变做上帝同款，咱想要怎样，想要怎样。
迄时就是教会苦难的开始。其实，伫几啊千年前，上帝百姓嘛犹原捌发生安尼的代志。咱看以色列救赎的历史，上帝救赎因出埃及来旷野，进迦南地，要互过美好的日子。但是因为信仰呢无够谨慎，受引诱离开上帝。以色列这国家受审判灭亡，百姓互掠到远远的所在。咱看是一切拢无五望的时阵，就是70冬了后，上帝感动波斯王基鲁士的心。迄就是顶礼拜姊妹牧师你讲到迄个经文的背景，以色列人登去耶路撒冷啦，起造圣殿。咱回想第一批受掠转去的犹太人，因真欢喜，登去故乡要起造圣殿。圣经记载，因有5万人哦。你看，遮敬虔有5万人，对远远的所在登去耶路撒冷起圣殿。但是咱知影，顶礼拜有讲，起圣殿的过程中间，毋是想的遮简单。而咱现今，咱嘛知影，真侪教会要起礼拜堂，拢无简单。有咧笑个话，拢礼拜堂起煞了，牧师拢会离开。礼拜堂起煞，牧师拢会离开。姊妹牧师顶礼拜嘛有讲到因为因拄着侪对敌对因的阻挡，甚至呢停工几啊十年。上帝派先知哈该甲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的呼吁鼓励，5年经过5年的时间，因阁起好圣殿。然后时间来到今仔日的经文的背景，以斯拉因是第2批感动要登去耶路撒冷，毋是要去起圣殿啊。以斯拉伊是伫大祭司阿伦的后裔，伊是一个文士，伊对上帝的律法有特别的研究。咱来知影，以斯拉转来的时阵是圣殿起好了后，佫60年，已经经过60年的时间啊。60年有几代？60年就是2代啊。咱讲一代差不多30年。以斯拉嘛同款，真欢喜要转来故乡耶路撒冷来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伊嘛带领5000个人，5000个人，伊特别为了要转来故乡，伊才有祭司去找一寡祭司，摕一寡利未人。咱就知影，伊要恢复上帝的敬拜。但是这款大欢喜的时间无真久时间，记载伫咱今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4节，咱做伙来看今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4节。第1节、第4节讲什么？就是圣殿起造后这60年时间，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咱知影，咱圣殿、咱礼拜堂起好，迄是建筑物啊，接不上需要有真实的敬拜，甲有上帝话语内底。但是咱看，转来这犹太人因甲侪外族的人啦，通婚啊。经文讲哦，官员带头你做，伫到哪圣城啦，趴远去啊。第3节甲第4节讲，以斯拉听到啦，伊毋敢相信上帝百姓会做这款代志，伊拆里衫，带伊的喙手、头毛、戆牙坐伫遐。以斯拉伊是个真捌上帝律法的人，伊看到这个通婚的代志发生，毋是今仔这外在看这个问题，背后上大的问题是因得罪了上帝，上帝是赐予，佮疼咱的上帝。上帝经过70冬，带因过来故乡起造圣殿，但是这个受竞选的这个信仰团体，搁一边叫做失信的团体。犹太人失去敬信的心，因着异族的宗教信仰甲生活习惯，藏伫因的中间啊。
以斯拉清楚这项代志已经破坏信仰内底上重要的，就是破坏甲上帝，咱甲上帝所立的约。圣洁的百姓，这时犹太人因性命阁好亲像受掠同款。兄弟姊妹，当咱真做基督徒，咱有参上帝利约，而上帝甲咱兄弟姊妹来利约，咱要成做上帝的子女，咱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但是当咱一天一天真做一礼拜长的基督徒，咱的行为，咱做，拢毋是像是基督徒的时阵，其实咱的性命比以前搁较惨。咱的性命共款互掠走共款。现今咱看到咱长老教会的教示甲信仰的经营嘛，是互咱真担心。长老教会目前犹原是台湾教会的宗派内底的教会数是上多，1000多间。无管是都市、庄脚、山顶、海边，上帝嘛对长老教会这个教派有真大的祝福。无管是看咱长老教会有真多，无管伫都市、庄脚，咱拢有安尼规栋的礼拜堂安尼起起。后代囝儿孙嘛，就有真大的祝福。咱即款的情形嘛，差不多经过1代、2代、30年、60年。咱即摆看到长老教会，无管是伫都市还是庄脚，竟然有一半的教会的教示是愈来愈互咱惊吓。参加聚会，无管是参加聚会的人数，还是奉献的迄个热心，拢减少去。有人将安尼情形怪即摆大环境。老人化、少子化，还是网络的原因，即摆大家拢伫线上，拢无爱来教会，甚至讲是疫情的影响，还是教会传统毋知影变通，一寡少年人拢走去外教派，这个原因可能拢真正是，但是真正的问题咧。真正的核心问题，敢是安尼？敢在是咱看外在是安尼吗？有某一间教会邀请一个牧师去在因中集同工做训练，其中有讲到奉献、卫生等等问题的教导。同工训练结束，有一个较老的长老就非常的生气。毋通阁讲什物11%的奉献，甚至是要每一个月的奉献。现在少年人因的工作、家庭、生活压力遮重，哪有阁剩的钱来奉献呢？听落去好亲像嘛，真有道理无？吼，真有道理。其实历史安尼外在的问题。嘛发生在真多的教会，甚至是伫咱的生活的中间。咱做伙阁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50甲第70。第50甲第70是以斯拉对百姓所犯遮大的过失，一个信仰反对犯的过失，伊做出伊的行动。咱做伙来读第50甲第70。咱看手背后壁面吼。咱慢慢来读，天气较冷来读。来，请显下分节时，我对我的忧闷起来，衫袍拆下哩，双脚跪落去，耶和华，我的上帝也起手讲，我的上帝啊，我见笑闹开，毋敢摇头我的上帝你，因为我的罪。因过读卡，阮的罪恶拄天，对阮立做的日到今仔日，阮的罪恶真重，为阮的罪过，阮甲阮的列王，这时拢交伫外邦列王的手，受刀剑，受掳掠，受抢劫，面见笑，亲像今仔日的款。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过去悲惨的历史，以斯拉嘛非常的清楚。
啊，伫姊妹，但是咱嘛拢知影，当咱教会也是你冤家的时阵，你感觉这间教会会好吗？但是咱嘛看咱真侪，毋是今仔咱建成教真侪教会，同款的代志拢咧发生，家庭嘛是同款，有真侪代志拢咧发生。意思啦，伊即帮哪会同款的代志阁发生呢？这无管是意思啦，迄个时代还是现今的教会，互咱真惊讶的是说，咱常常对家己所犯的罪过，咱无病视感。咱无病视感，咱甚至给它合理化。咱教会咱对真理的追求渴慕，咱无够迫切。咱对离教会，咱可能是对活动，咱对食，咱对佚佗，咱兴趣较大。啊，是安尼，咱自然而然，咱对圣洁的上帝明白就有限啊。咱明白个有限，咱有法度个亲身去经历到这个真正我的上帝呢？教会里这个情形无乱，较奇怪。教会也乱，就影响咱在信徒的性命。意思啦，伊无希望历史搁来一遍。伊知影上帝是会计度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无容忍罪恶的上帝。兄弟姊妹，上帝是无允许咱有罪恶伫咱身躯的上帝。有罪，上帝一定会审判，一定会审判。必是要消除罪，唯一的方式就是要勇敢认唔对，悔改这条路。咱嘛知影，咱开车开唔对的时阵，咱要做就是爱滑头。今仔有这条路啊，咱就是爱滑头。兄弟姊妹。基督徒同款的在日常生活中，咱会在好好啊享受上帝予咱的一切。咱同款会在食，会在啉，会在佚佗。但是当咱过头受世俗价值观的引诱，咱看重咱算巧较重的时候，就变成咱活在遐个物件，咱未来过头过。马太福音书讲，咱财宝伫对，咱的心就伫对啊。就是安尼，上帝甲基督伫咱的心内的分量，都毋是搁排第一位啊。而大降节的信息一定会真重。圣诞节其实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圣诞节绝对毋是咱即摆。咱的中山区家8号公司霓虹灯，好圣诞树，然后一寡商业的这个打8折、打几折，真热烈，绝对不是圣诞节，绝对唔是一个安尼遮欢喜。圣诞节是爱互咱真正爱来悔改，咱感觉咱真正是在上帝耶稣搁排伫咱第一位。当教会无搁传达真理，尊主最大，实现主耶稣听的诫命时，咱就渐渐失了对信仰谨慎的心啊。当安的时阵，教会就会开始出现一寡似是而非的观念，而这个观念不是突然间出现的，这个观念已经是真久慢慢来。其实对奉献甲服侍的教导，牧师有一遍去某一间教会讲道的时阵，我有分享我的性命，因为出手10%的奉献，对我信仰心中的帮助。礼拜煞是迄间教会嘛有一长老气噗噗来对我讲，牧师10%是旧约你讲的代志啊，咱即摆新约无人咧讲这个代志。咱做伙来看罗马书12章第1节。罗马书12章第1节，牧师来读。保罗讲：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怜悯，肯定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生的。
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福祉。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保罗不断提醒军队伊的人，咱通领受上帝救赎的恩典，成做上帝的儿女，甚至咱所有的才能、恩赐，拢是对上帝来啊！兄弟姊妹，咱话拢是对上帝来，将身体献上当活祭，身体。华语的身体就是台语的身躯，身躯代表啦，包括咱全部啊，唔是囡仔心啊尔，唔是囡仔心哦，也唔是囡仔骹手哦，身躯身体是代表是全部，咱有的全部100%，所以就唔是1/10、1/2、3%的问题啊，是100%，咱来拢献给上帝。咱拢要知影，上帝教会是上帝教会，上帝亲自来喂养教会的上帝，伊的教会。所以咱到底是要1/10，还是要每个月的奉献？牧师一点仔拢无担心。但咱要知影，耶稣讲啦，耶稣学罗迄个啦，迄个寡妇的2个税钱啊。耶稣学罗这样代志，因为这2个税钱是寡妇啊，伊的全部。上帝唔望咱是啦，甘心乐意奉献甲服侍。所以其实咱需要了解，当咱咧奉献唔是仅金钱啊，金钱是上简单的。奉献还是委身服侍的时阵，是上帝咧帮助咱、提醒咱，甚至上帝啦咧保守咱啊。这是牧师亲自的经历，上帝咧保守咱，啊咧操练咱。这款的侍奉会帮助咱啊，谦卑、感恩、有听，啊帮助咱袂受这个魔鬼啦，在咧诱去，啊袂互咱行着路。因为上帝透过咱的奉献、咱的委身，帮助咱啦，甲这个世界画出啊一条线，一条深深的线，什么线？保护咱的线。当咱有安尼奉献委身的时阵，咱就甲这个世界就无共款。咱知唔知？今仔日是教会真重要一个节期。大工第1主日，就是圣诞节前4个礼拜，咱等待耶稣基督过来。教会的节期是以基督最中心，基督的牺牲最中心。今日第1节60节，代表期待甲盼望，嘛会再用一个新的开始。咱信徒应该伫这个日子，咱应该用悔改的心来反省咱家己的信心，咱的行为是毋是合乎主的旨意？检查咱有合适道成肉体的耶稣啊！伊伫世上的作为，敦态耶稣的教示，安尼大工节较是有意义的。兄弟姊妹，教会这个信仰团队上重要就是咱来活出基督的听，咱有无？今仔郑美姐甲开会，两个有信心，我嘛真有信心呢。恁听牧师讲吼，拄则头前先叮当吼，大家吼，毋但是叮当，还是因为大家拢感冒吼，今日大家拢吼，我有感觉今日大家气氛较歹吼。牧师来要讲好消息啦吼，这2个月。真正是这2个月，咱教会突然间有真多兄弟姊妹带去手术。这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镜头吼，拢无简单，每一个拢是大刀，恁知毋知？每一个拢是大刀，大刀代表啦，就是有危险啦，有危险。伊无需要领受。
我看到毋是今仔外在才大刀的问题。咱突然间，上帝你手术死的遮好的记号，互阮有死的要出生的，怀孕死的，突然间有死的，阮真欢喜。咱会到10月份的时阵，突然间开始有一个要手术的遮多，拢大刀。牧师看到的外在，毋是今仔在病痛的问题，较深是咱建成教会，我感觉有属灵顶面的精简。咱一个是，我们是一个生命、信用生命的共同体。感谢主，伫这个过程中间，牧师看到咱教会展现出来咱谨慎的心。咱无管是伫咱的群组里面，咱的基督会，咱的团契，咱的小组内底，咱展现出咱耶稣的疼。有真多兄弟姊妹同心合意来祈祷、去关心、去探访。或者要开刀的兄弟姊妹，深深感受到疼，感受到伊毋是孤单一个人。咱拢有破病过，咱知影。当咱破病无力的时阵，咱倒伫迄个病床的时阵，那个很冰冷迄个病床的时阵，迄种的无力感，迄种的担心，迄种的惊吓，甚至内底想，我感觉还有明仔载。开刀进前会担心，着惊；开刀了后嘛是会惊。但是咱看咱同心辟邪祈祷，上帝赐灵敏互咱。牧师礼拜三祈祷会甲遐个祈祷勇士分享，咱爱为安尼个辟邪的祈祷，怎样祈祷？咱目睭伫天开的时阵，咱就要先感谢主，咱来悔改，咱来为了咱遮来。要开刀的兄弟姊妹，一个一个提名来为祈祷。一直祈祷到当时，祈祷到咱要困的时阵，咱赶快爱替祈祷。咱知影，伊伫生命的权是伫上帝的手头。这嘛是牧师因时暗时去倒粪扫的时阵，参号志吼，咱知影号志是医护人员。号志逐摆讲的一句话嘛是讲。牧师，我嘛感觉吼，这爱看上帝。而且牧师会问伊，这个镜头的发展的过程吼，用，伊用牧师，我看遮多吼，有的好客，有的嘛是怎样，但是伊感觉拢爱看上帝。牧师嘛同款，咱的性命拢是上帝的手头。咱通做的就是咱来常常来悔改认罪，咱要有咱的手，咱的心清气。来到上帝面前，咱来为了咱的这兄弟来祈祷。信仰上好就是，咱毋是今日为了咱家己，咱为了咱的这兄弟来祈祷。咱相信上帝会怜悯咱，就亲像上帝2000多年同款，上帝听以色列伊悔改，为了以色列百姓悔改伤心的祈祷，一定会救赎因的性命，救赎咱这兄弟姊妹的性命。咱嘛相信感谢主，现在因一位一位健康平安出院，咱将这个牧师特别这天要食这个荣耀，拢归于咱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深深要来你的面头前，阮来做一遍来认罪悔改。主，阮常常伫阮软弱的时阵，伫阮骄傲的时阵，伫阮苦世的时阵，伫阮无主意的时阵，阮来得罪你。主，阮常常看这个世界赢过你，愿你赦免阮，愿你怜悯阮，愿你互阮有长心的开来，搁来跟随你。阮若要为了阮年头到年尾，阮建成教会有多助你的生涯技术，你多的稳定的路径，伫阮的中间，阮献上感谢。你若保守看顾阮多的长辈，
你若看过阮侪侪以身躯病痛、心里忧伤的兄弟姊妹，阮献上感谢。主啊，阮也感谢你，互阮即摆阮正兄弟姊妹，阮有教养的气力，阮自执，阮用阮的心，阮来学罗你。主，阮感谢你，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伫你。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圣诗317首，圣诗317首。你若欠客真失望，会众请起立。请坐，请书献的同工奉献。奉献是咱回应上帝恩典的时刻，就照家己对圣神的感动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手奉献诗。请坐。公道做伙来看大道的事项。公道事项，教会意向宣传正圣道，万民该做事。第一项，感谢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互阮建成真做宣扬主福音有听的教会。第二，为基体陈王兰、沈淑慧、陈德明、赖清光、黄仁和、杨若琳、詹若瑜、洪丽凤、林以诺、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林春枝、陈昭明、吴以轩、陈婉柔、林子瑜。第三，为圣诞节期甲明年度事工计划的筹办甲开展，求主赐下智慧甲仁爱，行合一的宣告。第四，为香港鸿福苑大火造成的伤亡，求主怜悯医治。为着中日关系可能引发的族群对立，求主掌权。请同心开声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看顾。即时，阮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为教会、为世间的需要、为阮的兄弟姊妹献上阮的祈祷。你知影，阮中间有人拄啊伫你面对病痛、虚弱、治疗，也是复健的艰苦，求你的医治手，亲像温暖的日头。骗照扶持因，互因身心灵得到平安甲安慰。主啊，圣诞节节期要到，求你引带阮教会，无论备办聚会、安排服侍，也是活展关怀，拢爱用基督的疼痛做中心。求你赐阮一个合一的心智、智慧的眼光、顺服的脚步，互教会的事工拢做你福音的器皿。阮嘛为明年度的事工方向祈祷，求你引带教会，无照家己的意思行，总是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真做城市内的光，社区中的盐，一同完成合一宣告的使命。主啊，你是掌管历史的上帝，求你听阮的祈祷，照你的旨意成全。互阮伫听候中学习更加深深倚靠你。即时，阮要用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教会消息：
伫个报告台前，咱先来欢迎足久无看的赖胜雄赖叔叔会友，伊今仔日有来参加咱的聚会，欢迎。第二位，咱要来欢迎李天颂李先生，伊敢若是第一摆来参加咱的聚会，希望后礼拜常常会当看到你。教会消息，本周日是大港第一主日，是上林团契代表点第一支向顶期待希望的蜡烛。若是上帝圣洁的子民，因着敬请听候基督过来。第二，本主日中午12点，姊妹牧师要前往李存新教会主持小会。第三，12月21号拜日，圣诞主日的活动有过。第一，上午9点半，圣诞乌鲁礼拜，这是学童礼拜，要举行圣礼典。也要受洗的，请牧师报名。第二，下晡2点半，圣诞舞会对各团契甲社区联合欢庆圣诞，欢迎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下晡5点半，圣诞晚宴甲摸彩伫马来亚餐厅，欢迎福音亲友一同参加。这摆是登记报名，额满为止。登记了，请干事纳报名费。要占位的一个人400块，还未读够小的，每一人200块。对今日开始，欢迎兄弟提供摸彩的礼品甲礼金。第四，教会有台顶圣诞歌，有2种款式。第一种是大盒仔，伊是混搭，每一盒是37块。第二个是圣诞歌，伊是一个有3个口味，每一盒22块。要订的，请伫柜台讲干事登记，伫12月7号要截止登记。第五，今仔日教会有备办2026年明年度的月历，1块1份，请伫柜台登记领。第六，明年度新任甲续任的会长，要伫个12月14号以前，请将明年度第一季的学师排班表甲聚会内容交予干事会长。另外，伫个12月28号主日礼拜要进行受任就职。奉献的明细，咱家己来看。若有错误漏交，请干事甲财务同工反映。上营圣诗第514首，圣诗第514首，打要散会求主赐福，会众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帮助咱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灭道必回。